向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1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检调侦办民进党东港强谍案，检方伫昨昏依照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起诉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前秘书何仁杰等4个人。其中呢，资深的党工黄楚莹涉犯4罪，求刑，互检方求刑30年6个月上戒重。4个人一审了后，拢互法院裁定延长收押禁见。在真济个民进党前党工涉及强调风波，经过检方3个月过清办彻查证件，依照涉犯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嫌，起诉总统府前书记吴尚虎、吴钊燮做外交部长时期的前助理何仁杰、民进党民主学院前副主任曲世元，甲资深党工黄楚莹，4人拢被具体求处当刑，分别具体求处有期徒刑5年至18年6月以上之重刑。并申请法院没收黄姓、邱姓被告犯罪所得，合计828万余元。北检调查起，中国做生意黄楚莹上头先被吸收，由曲世元加入，被审头25年，分别收超过607万甲221万，提中共试探情资。就党内吴尚虎甲何仁杰收集赖总统伫副总统任内出国访问行程甲外交等重要机密资讯，用特定的通讯 App 泄露互对方情感情缘。韩国间内吴尚虎甲曲世元真侪检方批评黄楚莹甲何仁杰毋但好情还刑，佫真侪摆讲白惨，是要误导侦办方向。类似这种人工间谍，它相较于网络间谍危害也更为重大，因为它是有点线因为突破，所以在法体系还有这个反情报的手段，还有就是未来这个任用机密人员的稽核都需要强化。4人起诉了以上台北地院审理，因为是个案案件无公开审理，法官认为有逃亡、掩埋、交传共犯加证人的疑虑，随着暗时裁定延长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捌做过真侪南洋立委助理的林岳良，嘛互检调查出涉嫌违反国安法。昨昏检方发动搜索了后，是约谈伊和家人市议员南敏辉的助理王凯明。另外，还有一个是捌做过前总统陈水扁的幕僚郭文彬。林岳良尾也是10万块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2个人是防无保请回。我目镜行出办公室，这人自称是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发言人林岳良，则倒伫面册批评立委沈碧荣大兵车，即马也被加入强谍案。彻查调查局公安站分进泄露搜查机会甲林岳良的徛家，因为伊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议员助理。林岳良2021年捌用新党籍参选台北市议员失败，即马也是台北市议员王新奇的兼职小编。不是从我办公室被带走，没有，他只是我一个兼职的时薪小编，所以并没有在我们办公室上班。除了王心怡以外，林岳良也捌做真侪立委的助理，即马各立委关键跳出来发声明。王宏伟表示，林岳良确实捌做助理，不过已经离职1年半，支持检调正办。柯有清也伫进前发声明，林岳良迄时阵伫办公室做小编，已经伫去年底离职，支持司法机关依法正办。林倩琪表示，无法度用份违法涉弊的行为。除了林岳良以外，斗阵被约谈的对象，还有前总统陈水扁幕僚郭文彬，还有国民党家人市议员南敏洪助理王凯明。经过检察官规暝精审了后，用涉犯国家安全法，有令林岳良10万交保，佮限制出海出境。郭文彬、王凯明2人是无保请回。检方表示，其他细节因为关系国家安全，无方便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头拢是高温烧热的天气，普遍高温是32度至35度。咱来看云图。今仔日伫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过昼了后，各地头的山区、中南部嘛有局部雷阵雨。另外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因若雨水是愈换，水汽会愈高。暗时开始，东南部、恒春就会出现局部大雨。因若气象署伫今仔日日时是有针对咱全台湾9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其中伫云林、台南、高雄、屏东，拢是倒柑仔式的高温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另外，
另外，嘛要提醒乡亲，目前伫南海有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表示讲，上紧伫下暗就会结束今年头一粒的风台蝴蝶。气象署是表示，伊应该会惊对中国气未直接影响咱台湾，也毋过受到外围水气的影响，明仔载到拜六，咱台湾的雨水会增高。气象署表示，目前伫南海热带扰动已经形成做热带性低气压，未来若有机会增强做风台，就会是今年的第1号风台——蝴蝶风台。目前预估未直接影响台湾。今天早上8点，在恒春的西南方，大约940公里的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目前以预测资料来判断，未来热带性低气压会沿着太平洋高压西南缘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会往海南岛的方向移动，之后逐渐往北往中国大陆的方向移动，因此它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气象署表示，受到外围水汽影响，拜三东半部和各地山区拢要注意过昼了后的雷阵雨，尤其是拜四到拜六这段时间，到时全台拢会闪大雨，而且雨量真大，甚至过落几天落袂停。其实各地的降雨还是逐渐更明显了。我们也预估在整个东半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会出现局部性大雨。那其实在这几天，只要白天如果有看到阳光的空档的话，事实上大气潮湿又不稳定。如果像北部有阳光，到中午以后就很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一拿温度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未来一礼拜虽然拢是乌阴落雨的天气，不过温度也是真悬。拜三各地平均温度伫36度以上。拜四虽然受到外围水汽影响，不过温度也是真热热，平均温度伫34度以上。气象署表示，未来一礼拜会持续发布大水雨特报和高温资讯，爱民众特别留意。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来关心疾管署有公布，顶礼拜全国新冠疫情就医口医生看的人数是7万多人次。也那疾管署嘛讲，疫情的高峰已经出现啦，所以呢，上介严重的时间是已经过去啊。这波流行有可能会当提早结束。也毋过伫顶礼拜，咱国内也是有新增加166例重症，25例死亡案例，这两个数字拢创下今年的纪录。新冠疫情高峰提前报道，疾管署初十公布上新监测，顶礼拜全国新冠门急诊就医达到7万多人次，虽然是连续9个礼拜升悬，也毋过情况只有9.3%，明显缓和。预估流行期可能会提早到7月底结束，也毋过有关增加166例重症，25例死亡，双双创今年一礼拜新悬。也出现今年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北部一名30多岁男性，本身无潜在疾病，也无做过新冠疫苗5月下旬发病。第二摆就医的时阵，诊断是新冠感染并发脑炎，住院10日，有晚死亡。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感染之后，新冠感染之后并发重症，那以及这个脑膜导炎而不幸的过世。另外，新增1长仔病毒疫情的有警报，顶礼拜增加2例长仔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分别是南部出生了后6日的查某婴仔，甲出生了后3日的查甫婴仔，2人拢感染伊可病毒11型，目前由院伫新生儿交互病房治疗。累计今年长仔病毒重症已经有6例创6年同期新悬，佮以新生儿为主，提醒家长今年新生儿长仔病毒疫情风险袂当疏忽。今年我们已经累积有4例的这个新生儿肠病毒的重症都是感染这个医科病毒11型，而且这4例当中呢，有2例是死亡的个案，那另2例呢也很严重，目前还在加护病房当中抢救。疾管署研判，新冠疫情因为民众配合挂嘴安、注疫苗等措施，所以真紧收煞，也毋过重症死亡数犹原继续增加，爱观察后续疫情变化。另外，也佮提醒家长，5岁以下婴幼儿是长仔病毒重症高危险群。若发现婴幼儿有爱困、意识无清、活动力无好等重症的现象，就爱赶紧到大病院治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伫昨昏有公布上新户口的统计，今年5月份，咱全台湾国内人口数是2335万5740人，这是比去年同期减58000多人。咱的人口是连续17个月负成长，也若新出世红婴仔是继续创下高1个月的新低，一个月生无8500个人。来看《联合报》。全台湾失智症的患者超过35万人，内底有7成拢是阿兹海默症。卫福部已经核准2款针对早期患者的新药啊。阿东病院按算6月19就会替病人来注射，这嘛是全国头一例自费注射的案例。
来看《中国时报》，民进党前立委陈敖碧因为涉嫌收物流业者乌西钱400多万，各疑诉侵占公款，目前防收押禁见。检方即马搁调查出，因翁仔某2个人嘛涉嫌诈领立委的助理费。昨昏检方是约谈4个伊的前助理，甲陈敖碧的看守齐慧茹尾也是以150万交保。继续关心检方嘛有调查一件私分泄密案，查到海巡署的侦查员甲私分集团斗空，利用人头去诈领掠私分的奖金，而且分工阁真有路。另外呢，侦查员阁利用制度的空棚，或者罚金变作拍相，有超过8,000万，即马讨袂回来。海巡署公布查缉走私分，线传出有海巡人员好亲像甲不法集团交结。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发现，2019年至2024年这2年，海巡署所查到的违反分酒管理法案件内，还未结案的罚款案件，当中有49件，36个义务人。伫强制执行了后，发现这义务人的名下拢无财产，目前敢若还370多万，还有8215万外，变作拍笑。因为义务人名下并没有财产，所以目前的执行成效并没有非常的良好。那分署近期会跟移送机关来联系，希望他们可以移送真正的行为人，让分署这边就他们的财产来做执行。中华检方今年3月侦办走私分泄露秘密案，除了查到海巡署好亲像配合走私分的集团，这个集团有设立进出口公司，实际是伫做走私分，佮找名下无财产的人担任负责人，佮请失联移工来做。海巡人员嘛好亲像甲这个走私分集团交结，利用分酒管理办法唔免法办，敢若采用行政法的漏棚来诈领查緝奖金，而且这个人头负责人名下拢无财产，所以这个罚款拢无法度执行。那当事人离境侦查员已经羁押停职。那本分署将于明天6月11号届满3个月的时候，依法予以免职停役。另外，交保之刘姓跟王姓的一个侦查员，已立即调离现职，列入考绩的汰除对象。海巡署表示，目前敢若台中查缉对侦查员诈领奖金案查到有事证，调查其他查缉案件并无不法的事项。中华检方表示，专案目前也搁伫调查，若是有不法，拢会依法查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军人会当加薪水啊！这是立法院三读通过《军人待遇条例》修正草案，决定志愿役无论是军官的大小，未来1个月加级会当领3万，明年元旦要开始实施。因若义务役的部军待遇嘛袂当，待遇规定是袂当比上级工资搁较低。也毋过呢，行政长杜英台是表示，这个修正案无符合预算法的规定，所以政府会提出救济。感谢后备理是礼拜进行14天的教育调集，配合正属于第一台北棒球中心在内湖地区做训练，包括战斗教练快反射击、正常救护，要强化后备军人的认真效能。为了要提升国军的待遇和增加因老赢的意愿，立法院初10三读通过《军人待遇条例》修正草案，新增加志愿役的加给逐个月3万，以日征兵做例起薪是3万6，经过4月调整和这摆修法了后，变做5万6。嘛新增加战斗部队的加给，提升加入国军的意愿，对115年1月7日施行。另外三读条文嘛新增加义务役的薪资，袂当比上计工资28509搁较低。修正通过。大多数的这个军人都是支持国民党提出的党版。如果是分不同的阶层，然后呢加薪的幅度没有调整好的话，会影响到这个基层的士兵，他就不愿意升官了，因为他越升官，他的薪水会越少。针对志愿役加给修法，那边是无共调，民众党团版本反对齐头式的加薪，主张应该分级来加给，表决规定投弃权。国民党团落尾是因有小可人数的优势来通过提案。人员维持费在我们整体国防预算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我们要提升志愿役的待遇，而且把它法制化，给予层级化的加薪数额。行政长杜英台批评军人加薪修法是违背预算法的规定和宪法的精神，因绝对提出救济。预算法91条明文的写到，立法院用法律案大幅增加中央政府税出的时候，一定要跟行政院来争取。杜英台强调，最近只要讲到总预算，一寡立委就会见效等受气，但这拢无帮助，嘛，伊个绝对会照宪政精神来提出救济。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全国大罢免第2阶段送件罢免拿入立委的进度，即马是31-0。目前国民党提起的是无半会通过。国民党为着要反制大罢免，即马是要做党外在野大联盟。也让第2阶段成案了后，就要进入投票的阶段。有民间团体呼吁检调，爱调查敢有人买票，讲应该爱主张，因是主张爱比较全国的选举，提供检举奖金1000万。全台罢免案都要来到第3阶段，民间团体和罢团联合呼吁检调加强查贿选，各位法务部应该比较全国的选举，提出1000万的检举奖金。罢免王宏威的罢团嘛表示，最近受到真侪压力。他跟王沪宁握手的那样子的一个新闻画面，我放上大看板，那他就提告我们就是妨碍名誉，看板吊车大哥都要上去，就是我们要去做笔录。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真的是霸凌我们。王宏威表示讲，针对无证据抹红的言论，提告是要捍卫伊家己的名誉，端正视听，呼吁罢团爱面对家己的违规。目前罢免拿立委的2届送件进度是31-0，为了反制大罢免，国民党前立委郑丽文是找无共党派成员，调做党外在野大联盟，包括高中老师欧桂枝、网前馆长陈志涵等20多个人，讲是要来制衡民进党的一党专政。希望能够连结台湾政治光谱上面的所有的朋友，不分颜色，党外就是对于统治者一党专政、一党独大的情况底下，所有的力量我们都要团结。郑丽文嘛，伊阁讲后壁会先以7分伤啊开讲的方式，在能源、两花等各项议题来挑战执政党。我方家己是两花和平大赛的馆长，车站都要启动去中国，嘛呼吁在野爱合作。民进党最大的题材就是中国大陆。恐中、仇中，这一趟就是我要向我的偶像沈伯洋先生的爸爸看齐，所以我们要过去，看看大陆现在目前的状况。这个党外的名词就被这些人玷污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预示了这个国民党的一个未来。如果这些出来的力量是国民党本土派的力量，我会认为国民党有救。结果出来的这些公民团体又一样，又是一些左统人士。那我就问，那不就坐实了国民党现在整个加速红统化？针对党外在野大联盟的行动，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回应讲，过度操作侵拿议题和制作对立，这替罢免案添茶会。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万海航运的货船王春轮，礼拜下晡因伫印度洋爆炸。这是造成5个人受伤，加4个人失踪。船顶那亲像是因为载危险的物件才会爆炸，因为失踪的人内底有2个是咱台湾人。外交部表示会继续关心搜救的进度。印度海岸防卫队透过防协的画面是翕到万海航运旗下503王春轮，伫台北时间下午，在伫印度洋航行的途中是常因为爆炸，造成大量浓烟一直冲出来，推测到火点有可能是货轮的货柜装运区。当地海岸防卫队紧急开始救援，但是传出2个台湾籍的军官是同款失踪。我国驻孟买办事处在获悉之后，已于第一时间联系印度海巡队第4区总部，以掌握状况，并且尽洽印方全力协助搜救。另外，也在9号的傍晚，增加加派船只以及飞机投入。那相关的救援行动目前仍在持续进行当中。根据了解，这只王春轮是伫2005年10月落水，是一只4333标准规的中小型货柜轮，驶禁洋航线。5月底出发，6月7日对斯里兰卡的科伦坡驶走。本来暗算车载到印度的明码，结果车到煞伫印度西岸发生航行火灾。根据了解，船顶拢总有22个船员，有5个人轻重伤，拢是外国籍的，但是伫4个失踪名单内面。有2个是台湾籍。印度媒体查现有的资料显示，讲货轮技术是有载高危险、关度较会崩的货物，但是嘛是要等货运公司回应说明。只要是危险品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温度气候或者是海上的这些波浪、震动等等。就有可能引起危险品所产生的燃烧或者是爆炸等这个现象，要特别的去随时观察整个货物的一个状况。万海公司查到发动信表示讲，和主管机关、保险公司来合作处理刷落来专员救助者的事项。外交部回应讲，会持续关注搜救进度，和印方有关单位来保持联络，全力维护台商和个人的人身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面对中国的威胁，咱国内的民间单位是举办两岸军事冲突作战演练，邀请军事高层来指导，模拟中国伫2030年拍台湾的状况。这嘛是这几冬来战级上界悬的军事推演。要做台湾、美国、日本上高阶军事将领的前参谋总长李喜明，甲美国前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吴伦，也有日本前统合幕僚长严基武做伙出席台湾民间举办的台海防卫兵棋推演，要检验目前国军战略的设计、甲作战概念，敢有法度应对台海战争的挑战。我们这次邀请美国跟日本来，并不是希望组成一个美日台的抗中联盟来想要一举击溃中国，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希望能够模拟一个在未来的世界当中最真实的战场的实况的想定。Admiral Blair 在卸任太平洋总司令以后，曾经以资深观察员的身份参与我们汉光演习19号到23号，对我们的贡献非常卓著。李喜明讲，共同参演的前太平洋总司令布莱尼，也参与5届汉光演习，而且建议成立相关兵棋推演甲作战训练的系统，对台海的情势是真了解。这2日兵棋推演假设的情景，会以中国2030年武力拍台湾为背景。共军就是在强化各种的实战化演练，然后强调以后的可能的战场在哪里。他的部队就会先过去做战场经营以及相关的训练，必须要增加强化跟日本跟美国的情报合作，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的监侦范围比较有限。另外，兵棋推演内底指导组是邀请拿到电影的前高阶国安官员，包括前行政院长江宜樺、前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甲李大卫等人。主要国家驻台代表处嘛有派人来参加，大家拢真关注这场两岸军事冲突作战战级兵棋推演的结果。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奥地利第2大城传出校园的枪击案，死亡人数有11个人。凶手初步调查，那亲像是受到霸凌，伊伫犯案进程嘛捌留落来伊遗书。凶手的第一枪是伊入去学校这种建筑进前开的，选去第1楼至少2间讲是伊店柜教室大开杀戒。根据国际媒体报道，现场传出差不多40声的枪声，规个过程差不多17分钟。erwischt hat und im Krankenhaus liegt und das ist für ihn ganz schwierig. Jetzt möchte nur für ihn da sein. 凶手捌伫遮读册，暗过无完成学业，车早早起到校园作案。受害者大部分是学校师生。国营媒体奥地利广播集团表示，差不多30人受伤。警方初判伊是单独行动，犯案动机要在调查。Beim mutmaßlichen Täter handelt es sich um einen 21-jährigen Österreicher aus dem Bezirk Graz-Umgebung. Nach derzeitigem Kenntnisstand wurden bei der Tat 2 Schusswaffen verwendet, die am Tatort sichergestellt werden konnten. Diese Waffen werden nun kriminaltechnisch untersucht. Der mutmaßliche Täter dürfte die Waffen legal besessen haben. 这是奥地利战后上严重的校园枪击案。第2大城格拉兹市少年人管会社区居民点蜡烛致哀。奥地利政府宣布全国哀悼3日。Hat sich nach derzeitigem Ermittlungsstand in einer Toilettenanlage suizidiert. 根据奥地利警方甲当地媒体报道，调查人员伫嫌犯厝内发现手写遗书，向被捕告别，暗过无透露犯案动机。另外，佫发现共款的电子文件。伊伫作案进前捌传一段影片给妈妈，表示拍算到以前学校攻击。影片传出24分钟了后，妈妈看到马上报警。暗过伊已经伫教室内底开枪。伫无经过证实的报道当中指出，伊捌遭受霸凌，可能伫心心失形的情形之下报复。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继续关心川政府大规模掠非法移民，即马伫洛杉矶引起示威行动，因为这项不满嘛已经拖到纽约甲华府10外个所在去啊。美国的国防部有派4000个国民兵甲700个陆战队去洛杉矶，即马互加州的检察长以违反宪法起诉。洛杉矶抗议移民甲海关执法局ICE过度执法，甲国民兵禁止的示威活动，在教会本来的56个地点缩减到艺术区甲小东京2围。总共已经暗暝，也是有几落百个民众甲镇暴警察对立。
鹿城警局公布的统计数字，讲规个州外街头动乱，至少有74个人互人逮捕，各有5个员警受伤。不过，这边怒火煞开始向纽约华府、旧金山、达拉斯、芝加哥、亚特兰大等全国有10外个地点扩散。We are not criminals. We are working people, and we are not a trash can for the president. This is not a. I don't understand if this is his way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Destroy our people, destroy our communities, destroy America. That's what he's doing. 川普迄天阁加派2000个国民兵、700个陆战队进驻鹿城，总兵力来到4700人。市长巴斯对这样代志表示，联邦政府的介入若无必要，甚至会互局势恶化，变得更加歹处理。Stop the raids, period. I would say give the power back to our governor, and if we need the National Guard, we can do it in the normal circumstances. 加州总理纽森嘛对外答问讲，陆战队新成的使命是捍卫民主，毋是政治的基日。国防部违法的调兵行动，都是为了互川普州外的大阅兵制作话题。纽森批评这是看现行的乱用权力，呼吁法院甲国会必须采取行动，权力的制衡停止失效。另外一方面，加州检察长邦卡以违反宪法第10修正案的理由，向旧金山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官阻止川普违法的行为。有22个民主党籍的州长联名支持。联邦甲州政府对立的冲突场面愈来愈激烈。边境安全事务负责人霍曼伊放调讲，会逮捕任何妨碍加州执法行动的人。纽森接受 MSNBC 访问的时阵，互人问到这件代志，伊大声呛讲有在调。做理来，尾也阁有记者问川普有啥物看法。霍曼尾也接受访问的时阵是买回伊无直接威胁要逮捕纽森，毋过讲无人会当无顾法律。另外一方面，侧北镇暴警察管理示威民众的过程，有英国的联合记者、澳洲的电视台特派员去互塑胶枪支攻击，其中澳洲记者受伤的过程拢互镜头翕落来，也引起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的关心。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了后，美中即马是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昨昏伫英国伦敦讲第2天，谈判的重点放伫稀土，目前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的架构。美中双方代表加入会场进行第2届会谈，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持续继续伫英国伦敦进行。美国代表包含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也有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中国由副总理何立峰率领代表团。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双方谈判进展顺利，暗过可能继续到第3节。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顶礼拜通话了后，促成这场谈判。美方暗示愿意取消对部分技术出口管制，来换中国放任稀土出口管制。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准备取消最近对晶片设计软体、分级发动机零件、化学品加核材料的系列限制。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就表示，甲中国相关差不简单，希望因拍破中国封闭的状态。We want to open up China. And if we don't open up China, maybe we won't do anything. But we want to open up China. It'll be a great thing for China, a great thing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Are you willing to lift export controls when it comes to China? Did you give your negotiators any sort of limitations? We're going to see. Look. 另外，美国甲墨西哥接近达成一项协议。路透社引用彭博报道，美国会取消川普对特定数量内墨西哥输美钢铁扣50%关税。美国企业应免关税进口墨西哥钢铁，暗过前提是总进口量无超过历史报销量基准的情形下。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来关心乌克兰和洛西亚伫拜一的时是搁一摆交换战俘，这届换的主要是一寡受重伤的人和25岁以下的少年。总算要转来。
听到电话迄边家人的声音，随后田乌克兰接配政府是头一批优先交换，主要是25岁以下的少年政府，甲当伤也是当兵的人，佮公布已到数千名阵亡将士遗体。罗西亚方面也证实，这摆交换是彻底伫伊斯坦堡大城协议之下所做的行动。换转来，政府先送到白俄罗斯进行心理治疗了后，才回国。乌克兰方面真侪家后看别人咧团圆，家己内心真失落，摕相片望夫炸鬼。罗俄无透露有偌侪政府方帮倒来，拢强调这是分阶段进行的人道主义计划，只是方安排较后壁阶段换政府的，真歹讲袂受到即马当咧烧钱的情势，也是政治因素所影响。Я ж розшукую свого чоловіка, який 9 місяців безвісті, зник на Бахмутському напрямку. Їх там зникло 17 чоловік. На даний час нам нічого не відомо, жодної немає звістки. 双方彻底伫土耳其伊斯坦堡会议达成共识，针对当伤健康状况无好，甲18至25岁少年政府，佮同意各自机构6000具的遗体，毋过实际执行过程真侪波折。克里姆林宫初稿表示，就算基辅当局交代犹原无完全履行承诺，罗西亚犹原会进行换俘甲领回阵亡将士遗体。罗西亚是伫初次指控乌克兰无限期延长换俘，乌克兰否认强调无违反协议，也是调工延迟。只是换俘进程涉及人道甲政治敏感度，需要谨慎处理。公司新闻有为您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详请咱做伙来看世界。波兰的准总统纳夫罗兹基选调了后，伊接受媒体访问，明确表态讲伊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也毋过伊嘛强调爱支持乌克兰来对抗罗西亚。继续关心世界银行向下修改2025年全世界全球的经济成长预测，是降到2.3%，主要拢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害国际上即马关系变紧张，有拖累经济成长，引起贸易紧张，而且这政策是反起反倒，有真大的不确定性。继续关心中国2架航空母舰航确诊出现伫太平洋外东，而且佫出现伫第2岛链以东。日本的防卫大臣表示，已经透过外交管道要求中国的行动袂使对日本造成安全的威胁。台北市的清洁队拜一的时伫内湖收粪扫，车道煞常常出现炮啊声，而且佫导火。队员赶紧把火拍花了后，环保局即卖已经报案，呼吁民众准讲粪扫内底有泡仔，这泡仔就爱先浸福淡。好可怕！还超怕的。咱前的粪扫车清出高烟甲大火，佮传出阵阵泡仔炸开甲冲天炮咻咻的声音。车到下昼5点多，清洁队来到内湖区安康路上的地点收粪扫。所发生导火意外，清洁队员赶紧用灭火器拍火。完了，这很难清的。民众第一时间伫现场看到，一直讲，就像炸邯郸。后壁主管回收车行车记录器翕到意外发生的时，但本所民众赶紧退后闪开，刷落来炮仔烟火炸开，火光乱射。驾驶第一时间封闭车道，等炮仔声较停，才甲拍开，互队员拍火。第一时间没有把后车斗打开，如果后车打开的话，那高空烟头会乱窜，会伤到那个来倒垃圾的市民朋友，也会伤到我们自己的同仁，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随后来消防队和粪扫车倒出粪扫继续拍火，清洁队指出，但有玻璃粪扫违反废清法，相关会当罚6000。若泡仔烟火爱安怎办？队长提起有两件代志一定爱做到。泡足了哈，你要先把它泡在水里面，然后再拿给我们，然后要跟我们讲一下说，我这个是里面有放泡足，这样跟我们讲一下。经过泡仔烟火炸过的粪扫车并无受损，好在在迄当时无受到油管甲油箱，无造成更较大的灾害。车顶灭火器也重新换好。清洁队表示，这件代志归级公共安全已经报警处理，佫一次呼吁民众，电池行动电源高压喷雾管、香火泡仔等拢禁止以粪扫来单调，一定要分开交互队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顶个月底，屏东的高手有2架沙石仔车烧弄，其中有一个驾驶是当场死亡。所以屏东县政府对6月初9开始要扩大执法，要来抓大车的违规。
来，路边小停一下。交通警察爬起爬落，检查车道的物件敢有绑好势，嘛探问证件时阵，甲驾驶宣导。屏东县对这个月9号开始，会加强对大台车的违规处理。要扩大执法的原因，就是顶个月伫屏东的高树发生严重的沙石仔车车祸，佮造成一个驾驶死亡。针对砂石车容易肇事的时段、路段，强化巡逻拦检勤务，并结合科技执法设备，加强砂石车各类违规取缔，也呼吁砂石车驾驶能够提高驾驶安全意识，共同打造道路交通安全文化。根据屏东县警察局的统计，今年1至5月，大台货车的交通事故总共有73件，造成2个人的死亡，86个人受伤，比去年同时间减少3成左右。这摆执法的重点除了超速、弄红灯以外，嘛针对无按照路线指示驶车、食酒驶车这的情形加强处理。当着大台车咱就爱随时这车迄个后面的车况安怎啦最好是保司机一切安全唔好靠伤过近警方这摆嘛特别针对大台车定出入的危险路段加强执法。警方嘛提醒民众驶车、骑车、行路时，拢唔通伫大台车转弯的时倚伤近，更加注意安全。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提醒乡亲自认凭证嘛，有可能会变做诈骗的手段。这是有诈骗集团以信息贷款的名义，要求被害者提供自认凭证和伊的密码，不然呢，就走去开人头口座，乡亲就要踅钱。门暂开，远境逮捕诈骗集团，查到主嫌伫开被害人的货挂钱，卖车体品，目前诈骗真济，警方嘛搁再发现有新的部署。诈骗集团就会要求民众提供他的身份证，还有相关资料，最重要的是自然人凭证以及他的PIN码，拿这些资料去做数位账户的开户。今年大概有1/5的人头账户是有涉及到这种自然人凭证去开的账户。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放广告，讲会使快速贷款，吸引急需要资金的民众钓钓。民众加入群组了后，用话术骗因，要求提供自然人凭证、密码等资料，搁提去各大银行开数位小户，成做诈骗集团的人头户。受害人是伫收到银行通知，也是互人入做警示小户了后，才知影互人骗去。原本是为了提升便民效能而设计的自然人凭证，如今竟然反倒变成了诈骗集团诈骗洗钱的工具。自然人凭证目前个人有利用的普及率将近20%。国民党立委指出，使用自然人凭证所开的小户，互人入做警示户的比例，比其他验证方式高4倍。本来是要让民众唔免出门，就会当方便伫网络验证身份、办理报税、劳健保、开户这类作业的自然人凭证，即马所变做诈骗集团的工具。因为有安全信用疑虑，10外间国民营银行最近陆续宣布暂停接受自然人凭证开数位小户。透过自然人凭证去开户的时候，那你可以再加上使用这个要求他做视讯，或者是呢手机传讯号过来，因为这个其实都可以增加它的强度。在使用自然凭证的时候，切勿任意交付给第三人，有可能是协助这个诈团去做这个诈骗的行为，这也是有触犯到刑法相关的规定。内政部表示，自然人凭证的所谓签章有推定是本人亲身签名，也是对因的法律效力。呼吁民众唔通随便把个人资料交予别人使用，以免协助匪徒诈骗，搁去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有外送员即马投讲，不时因拢会拄到人客汤北体出来摕物件，互因是真困扰。因若根据调查，有超过3成的外送员捌拄过性骚扰，嘛有2成的人讲捌拄过人客挑工无穿衫就来出来摕物件。工会即马呼吁爱互人客起名，嘛爱设黑名单。外送员来到订餐人客厝门口，就是正常的提餐找钱流程。煞互外送员真碍叫，因为人客汤刚刚无穿衫就出来，互外送员惊一个送完餐了后，就赶紧行出民家厝。代志发生地点位伫新北市3中部署后，互外送员的身心真不爽快。其实一直层出不穷，不管是在台北、新北，甚至到新竹、到高雄、台南，其实都有类似的状况出现。但我们会认为说，是不是政府单位以及平台业者一定要等到出到非常严重的重大事故后，才愿意积极有效的去想办法改善跟处理？
类似的个案，那一件早伫2022年，也有外送员伫新竹拄到汤公公提产的惯犯，台南也发生过汤公公提产的事件，互警方以性骚扰防治法侦办。所以上经过工会调查，有36点4趴的外送员拄过性骚扰，搁较有22点4趴拄到无穿衫、不当言语、偷袭，还是吸着肢体。在一般的社会道德或我们现在的习俗上面，你用一个全裸的方式要去跟别人接触，一定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所以就会涉及到性骚扰防治。如果这个人他走出家门来取餐，那就会涉及到公然猥亵的问题。律师进一步的提醒，若是涉及吸着肢体的性骚扰，已经涉及意图性骚扰，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并扣10万以下罚金。也毋过目前2大外送平台拢也是有现金交易方式，无法度杜绝消费者甲外送员见面。开个小门，如果对方没看到，那就算了。对。可是我觉得，如果基于礼貌，还是要套个外套，加个上衣。当面拿，我会觉得比较方便一点。我觉得还是套一件衣服会比较好一点。对，礼貌。外送工会呼吁外送平台应该推行人客实名制，杜绝不明人士代订餐，搁落实黑名单制度，保护外送员的人身安全。对此，外送平台回应社群指引，并且禁止任何形式的性骚扰甲不当行为。外送合作盘若拄到这类的行为，会当及时通报客服，未来平台将袂搁派外送服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市面上咧卖牛奶茶也是拿铁，有诶其实毋是用青奶。卫福部是表示，就算是使用业务专用奶，嘛爱有标示的规定，厂商爱守规矩，那违法上当是罚400万。市面上的牛奶饮品有真侪种，包装写讲特级牛奶，也是智能牛奶，但是内面敢是真正牛奶？民众敢若是分辨就真头痛。有立委指出讲，成本较低业务专用奶，也是冰装型原奶，常常拢放用伫超商的牛奶咖啡，也是手提饮料，内面有可能有加牛奶粉，也是克里姆等等。消费者是请歹去查证讲，啉的到底是啥物？冰装还原奶在国内好像洪水猛兽一样，侵蚀到整个台湾的这个乳品业界，也侵蚀到国内消费者这些应该要告知而没有告知的诚信问题。认明标章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业务专用奶在市面上流通，消费者虽然讲买无，但是煞啉会到。根据农业协会统计，以冰装型原奶做例，2014年国内进口量是1812吨，但是去年煞有26368吨这么多，这嘛打击到国内本土饲奶牛农的生存。卫福部指出讲，就算是业务专用奶，嘛要符合食安法对饮品标示的规定。如果是不符合这个鲜乳品名标示规定的呢，那以它去做其他的调制乳品，也不能以鲜奶为做品名。那依照食安法的规定呢，如果是属于夸张、易生误解，那是可以裁罚4到400万。立委提出讲，对包装名称的质疑，卫福部表示需要完整的包装才当做评判。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对明年7月1日开始，必须要取得国家农业主管机关的牛奶标章，也是农业检证的奶品，才会当叫做是牛奶。对后年7月1日开始，其他的加工奶品嘛必须做伙来修正品名，以符合奶品标示的规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超市咧卖菜色水果拢是包好好，毋过即马台南市环保局是甲11间农会超市同齐设立无包装的专区，鼓励民众买物件家己炸袋内底。五彩缤纷的果子甲菜色摆伫咧架仔顶面，包装提调固在人溪景，这毋是菜市的单位，是台南市农会超市。为着要减少塑胶包装的粪扫量，台南市环保局去年参白场合作，推动果子菜色无包装的政策。今年佮扩大参台南11间农会超市合作，设无包装的专区，初10开始试办，这些民众是认同这项新政策。因为我每次买回去要一个一个拆包装，其实也是都直接丢掉而已。政策来，咱就是适应的。所以加减袂当接受啦，啊，就是爱个一段时间就对安尼。一定的啊，你有会想出门袂记带塑胶袋或带你环保袋，你个歹摕啊。经过统计，咱台湾塑胶袋的包装一当地产出超过10亿个，这量到底是偌济？嘛，就是讲这量会当囤满4500台粪扫车，嘛造成焚化炉的负担。这摆农会超市优先针对果子甲根茎类型做实施，嘛互民众家己摕袋仔内底，减少一届性的包装。进散装的水果啦、蔬菜啊，来如果客人有买这个的话，我们结账的时候会
那我们环保局提供的纸袋，我们会把它装起来，让它好携带。针对这根茎类蔬果还有这个水果，我们都希望能够减少塑胶袋的包装。那因为它不是叶菜类的，其实裸卖的话也不会影响到它的新鲜度。有农会反映，对咧杀这项行动确实有寡难度，特别是果子抢在民众的惯习变过来变过去，顺顺看看咧，有的卖无细腻低俗果子，客商影响未上。因就希望大家用行动来支持环保，嘛爱有公德心。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美国对台的对顶关税目前是1090天实施，所以真侪业者就趁即阵大出货。交通部就表示讲，4月至6月资本是海运的小月，不过即马是不用试试。为了要重视港区的安全，交通部和台大即马嘛有研发一套港区智慧监测技术。无人车伫咧港口附近行，会当随家及时的影像传转去办公室。这是交通部和台湾大学合作的港区智慧监测技术，目前正咧试验的阶段，利用无人机和无人车24点钟来检测港口的突发状况。目前阮会用个辨识反光板，搁有迄个车档、变电箱，变电箱惊伊的温度相关的会烧起来。那另外，搁伫个迄个道路部分，阮会用个分析出伊的迄个裂缝。交通部表示，最近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顶关税暂停90天，大量的厂商趁这段时间来出货。自本4月份到6月份这段时间，原本是海运的小月，结果煞变作非常无用，来当靠 AI 影像来检测港口，会当减少人力的成本。因为美国的关税，它目前正在 pending 状态。那对于我们港来讲，就是这段时间平常可能是淡季，我可能可以利用这时间做去保养，它可能瞬间就变成没有办法这样去做。所以如果在这段正在忙的时候，如果突然因为任何的原因港区因为维护上的出了状况，它所影响的是一系列的这个出货的问题。交通部表示，天气愈来愈烧热，有时会发生变电箱家己烧起来的情形，加上风台季节也影响港口的安全。有这套系统就当随时检测，马上汇报。目前这套系统一定伫台中港试行结束，未来也会伫台北港、高雄港试行。交通部计划和台湾港务公司合作，让这套系统会当加入港区的管理。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韩国首年的国际册展，咱台湾今年以台湾感性做主题，要让韩国人看到多元的台湾特色。你车重心是来带路啊，咱要将民向鼓鼓，咱来行鼓路。全国人代表孙，多咱叫大数，节目启动。拜谢啊，拜谢啊，拜谢观音菩萨。台语乐团庄卡人音乐创作结合团通北馆，也用鬼怪奇谈和台湾历史定定总题材。因为头一张专辑也冠选张入围2022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主唱张家祥嘛出版同名小说，伫咧2023年受到金典奖的肯定。今年张家祥嘛要去韩国首尔参加国际册展分享，另外也要归团搬过去遐演出。比如讲会讲到台湾的鬼仔鼓啊。台湾的信仰，比如讲水老妈，还是讲到这个北管音乐，还讲咱台湾人要做音乐的，台语是啥物件？台语和中国闽南话有啥无共？台湾今年受到邀请要去韩国参加首尔国际册展，这是70年来韩国上大型的册展。咱台湾馆也以台湾感性做主题，由文化内容促进院主办，和台北册展基金会承办。咱阁有23位台湾创作者要去交流，透过对谈、创作活动和文化体验等等，计共有60场以上的活动，来让韩国人看到台湾多元的文化。书籍的内容是所有文化产业故事的一个源头，把台湾的内容、台湾的 IP、台湾的故事推介到世界上去。台湾感性分成6个不层面，一个是文学的感性，一个是图像的感性，一个是土地和旅行的感性，一个是饮食和娱乐的感性，还有一个是 lifestyle 的感性，最后一个是历史的感性。首尔国际册展拍算自6月18办到2日，台湾馆拢总有85间出版社参展，有精选550本册，希望透过台韩的文化交流来带动台湾文学创作伫咧韩国的能见度，嘛希望透过无同款的文化风景，和韩国的读者愈了解台湾，促进台韩关系。记者卢尚忠、郑俊尧台北报道。
高雄这位渔港北边今年有3对海鸭来遮生卵，目前已经有封锁线，所以嘛呼吁民众唔通去干扰。海鸭伫翠椒仔堡捕卵。汤圆德惠渔港北堤，摆是二级保育类，热天大当只海鸭伫北台湾上大的生态地，所以因为生态地环境变迁加流浪狗的干扰，最近2年该转去观音大潭电厂附近的沙坡繁殖，也毋过增强的风背山，定将因的树掩埋，严重影响繁殖成功率。也毋过今年5月，总算各有海鸭重返德惠渔港来做收。就觉得非常高兴，好像看到老朋友回来。那个蛋孵出来，小燕鸥的亲鸟会去海里面抓那个小鱼啊，让它那个小宝宝吃，那个样子真的超可爱的。面对海鸭重返德惠渔港，相关单位高规格迎接，那伫入口打告示牌、有封锁线。野鸟协会渔港也百般巡守，照规定，除了野鸟协会列册调查巡守的渔港之外，一律不准人车进入。迅速地针对入口区域设置围网及封锁措施，请农业局、海巡署加强海堤的区域管制，全面禁止人车进入，避免干扰小燕鸥的繁殖行为。也毋过，远远的海堤上也是有一寡钓客无顾告示牌伫禁区内钓鱼。假日游客侪更较适合无公权力的渔港是匹配船。大家管家己代志啊，你那里管已经管过头去啊。这条路围家完全无意义，你是要围家的啊？有一些游客钓客就说，以前可以，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尤其是例假日的傍晚，因为很多游客要来这里赏风景。汤圆野鸟协会表示，目前观音地区有264只海鸭，139个收，德惠已经观测到3个收。市府也搁一摆表示，德惠渔港北堤海鸭临时的生态地伫海堤附近，海堤是属于无开放区域，禁止进入。违者会依渔港法采取3万至15万的罚款，提醒民众唔通触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因来即马嘛是鹿角菇生团季节，中华就看到有民众在乌白抓，因为鹿角菇毋是保育类的，所以敢若会当考克。民众来散步运动，看到树仔顶有鹿角菇，拢感觉真欣喜。但是这个月初7，一位摄影师伫芬园自然生态区发现，有民众动手掠鹿角菇，而且掠的数量真多。原本树顶目睭睭的鹿角菇，剩无几只。用钓鱼迄种冰桶，世界冰桶，这差不多半桶。原本我钓的要去翕的是做济，钓的只也是剩无几只。除了芬园有人掠鹿角菇，花旦乡的大岭巷步道，嘛有民众看到大人拍带头，伫囡仔人面头前用雨伞咧伸鹿角菇。来遮散步的民众表示，不时拢会看到有人咧掠鹿角菇，因也会好心口渴。那个6日我有看到了，但是有时候提醒一下，也不敢讲太多啦。收回去，有人说收不拢，它养1、2天就死掉了。这个寿命本来就很短的。独角仙哦，伊毋是保育类动物，管府这边在此来呼吁咱的民众，咱要看迄独角仙哦，上好伫迄个大自然的环境，莫去甲掠，还莫甲伤害。关府农业处表示，因为鹿角菇毋是保育类动物，并无相关的法令禁止民众掠，敢会当尽量可控。关府嘛呼吁民众爱尊重大自然的生态，互鹿角菇伫野外自然生态。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美国芝加哥有一间动物园，最近一只海猪仔囝出世，生产的过程有另外一只母的海猪嘛来斗相共，全部拢互动物园翕落来。特别生产的海猪妈妈艾莉伫水池内游来游去，会当看到伊的腹肚已经通出一只海猪仔囝的尾流。You get stuck there. Come on, Mama. 这只偏僻海猪规个生产过程，拢互芝加哥这个动物园的官方人员翕落来。You're doing so well. Keep going. That's good.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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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 工作人员伫边仔为海猪妈妈加油，社面中透露焦虑、和欢喜的情绪。无偌久，海猪仔囝总算生出来。It's coming out. Coming out. Yeah, and it's moving. Yes. Baby's going to the surface. 稳定守护，也有另外一只经验丰富的海猪仔母，伊是艾莉的好朋友。伫艾莉经过1小时20分钟的生产过程中，一直地着无离开。海猪仔出世迄刻，扑出水面喘气的时阵，一只海猪仔母也缀伫后壁保护伊。
工作人员讲，海猪即摆生产过程充分展现出群居动物互相帮助的特性。海猪甲目前看来真健康，重大约16公斤，身长大约115至120公分。目前伊已经会晓对母亲顺流游水，安尼伊刷顶动的时较袂吃力。刷落来芬芳会密切监测伊伫食冷加游水等方面的进展。公司新闻在回面编译。关心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是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